最近內地發生一單非常離奇嘅離婚案，老公馮健啦，竟然不滿意太太嘅容貌太醜樣啦，而告上法庭要求同佢離婚。不過奇就奇在咧，法官竟然判馮健勝訴。大家係咪好想知道究竟馮健嘅太太生得有幾醜樣呢？其實馮太喺入門嘅時候咧，絕對係一個靚女嚟㗎。但係當兩公婆生咗第一個女就出事啦。馮健發現女生得好醜樣，仲一啲都唔似自己或者太太，一度懷疑太太有外遇，日夜同佢嘈交。而馮太咧，終於都忍受唔住，向老公大爆。其實自己曾經做過整容手術，女個樣咧係似佢原本嘅樣。馮健好嬲，覺得自己結婚嘅目的係要揾個優質嘅對象傳宗接代，佢認為自己俾人呃咗，於是就告上法庭要求離婚啦。雖然話清官難審家庭事，不過若果因為人嘅容貌而選擇同佢結婚啦，又會唔會扭曲咗婚姻嘅真正意義呢？